来有不少的庙寺配合着防疫，嘛开始超前来部署，像互指挥中心列为11个警示景点的婚林北港的朝天宫，就来规定，即日开始，信众都爱挂喙罨，才会当入去庙里拜拜，嘛来提供酒精，互大家消毒双手。嘛考虑到妈祖生特别教路，香客会来增加，所以这个庙门口嘛来放红外线热感应的装置，会当快速来磅体温。每一个人拢挂喙罨伫庙林拜拜，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列为11个警示景点之一的婚林北港朝天宫，伫门口打广告，民众爱挂喙罨才会当入去。没有戴口罩，会鼓励他们戴口罩。如果身上没有口罩的，我会发口罩给他们的。庙方伫求财信徒拢会往金元宝的边有放酒精，互大家消毒。考虑到妈祖的生日特别到啊，会真侪人，要伫庙门口有放红外线热感应的仪器，快速测量民众的体温。同款是为着防疫。中华鹿港这间香火旺盛的地藏王庙嘛有规定，要入来庙拜拜爱挂喙罨量体温。买了2个那个耳温枪哈，还有那个进来大门的时候哈，我们就是先量耳温哈，然后再来喷那个消毒水哈，再来就是请他戴口罩。另外，伫南投的敦和宫，同款要求民众来挂喙罨，才会当入来庙拜拜，都是为着避免群组感染。每当庆祝财神爷生日的祝寿大典，甲绕境的活动嘛全部取消。